三羽家啦，咁啊奇怪種子咧就係、第一隻，咁第二隻咧就係、小火龍，真係唔襟攞，企一陣先落嚟。咁啊應該又有啲重嘅，咁啊揀啦，咁啊第一隻咧就係呢個妙蛙種子，第二隻小火龍，第三咧就傑尼龜，咁啊次序應該係一樣嘅，咁啦，暫時就派到咁啦。寶珀三羽家新手訓練家所揀選嘅寶可夢，第一妙蛙種子，第二小火龍，第三咧就叫傑尼龜，就係咁啦，幾精緻。